好，而家又嚟講一講黃金點樣睇。就嚟過年啦，市場氣氛開始有少少唔同。我自己嘅睇法係，下個禮拜大機會係延續咗震盪向上嘅格局，有機會再試上方5100呢一個阻力位。但要留意，就算突破咗5100，都未必可以一次過就企穩，有可能會出現回踩確認嘅機會，其實都唔細嘅。技術層面嚟講，中線趨勢仍然向好嘅。之前大幅急跌之後，經過咗大約9個交易日，市場情緒已經明顯收復。上個禮拜喺4880蚊嗰度已經形成咗2個底，其後企穩咗4900。CPI 公布咗數據之後，再度收復咗5000。咁呢一樣嘢又反映咗啲咩呢？我個人覺得代表咗個回調仍然係有資金承托住嘅，即係話每一次嘅跌都有人去買。我哋再嚟睇下20日嘅均線仍然係維持住上升，雖然短期曾經跌穿過幾次，但好快就已經拉翻上嚟，而且近期震盪嘅高位同低位都係逐步咁上移。呢一種結構係典型上升趨勢中嘅收復。消息層面嚟講，市場關注緊中東嘅局勢，美國同伊朗之間嘅緊張氣氛喺度升溫緊。但要提醒大家，地緣政治風險往往係存在住談判同博弈嘅成分，未必一定會演變成全面嘅衝突。市場好多時候會提前反應，但真正落地嘅時候未必如預期咁極端。所以我哋會將地緣政治視為一個潛在嘅波動來源，而唔係一個單一嘅決定方向嘅因素。總結，技術層面嚟講仍然健康，中線嘅趨勢仍然向好，短期黃金可能會再嘗試去突破阻力位，但唔建議因為情緒而追高，亦唔需要因為波動而恐慌。震盪往往係趨勢延續之前必須嘅過程，保持節奏，控制倉位先係關鍵。如果你都想深入掌握每日資金部署嘅邏輯，歡迎加入我哋嘅 Patreon 群組，我哋一齊穩步上揚。